主后2022年11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日中的愿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启示录22章第1节到第5节。天使阁报我看活命水的河，亲像水晶遐尼光亮，对上帝甲羊羔的宝座遐流出来。通过城中心的街路，河的双边有活命树，月结果子12遍，逐月日结一遍。树叶会做伊伫列邦的路用。城内拢袂阁有咒诅，上帝甲羊羔的宝座会伫城内，耶路伯会敬拜伊，嘛会看见伊的面。伊的名会写伫因的头遐，袂阁有暝死，因无需要灯的光，也是日头，因为主上帝会甲因照光，因会永永远远做王掌权。对日中的愿望，因为无共族群。地方差异和历史的多元性，台湾社会的公众议题真好好受理解甲讨论。当复杂的社会议题受简化做二分化的政治立场和简单的口号，搁也是激起对立。信仰团体上款学伫幸免，教会传统甲组成人员。背景的多元，互无共教会伫议题立场上呈现复杂的光谱。若无谨慎分辨议题讨论过程所涉及的复杂层面，信仰不但袂当对话，反倒可能激化对立，致使人受伤离开教会，甚至放弃信仰，也是互人导入共温泉，放弃甲外界对话，无论倒一个，拢搁强化彼此。安尼，即种对立是必然存在是无？启示录袂少所在描绘上帝和上帝子民，甲对抗上帝势力的对立。最后2章呈现上帝甲人、人甲人之间上尾和谐圆满的画面。因为上帝同在，一切对抗性命、邪恶的势力受销毁。启示录21章24节、26节有讲到，上帝用光引来列国甲地上的君王，归行尊贵荣耀互圣城，暗示上帝怜悯，甚至要救赎早前甲受做伙的君王。上帝慈爱永远长存，一切对立的消弭来自上帝介入，包括审判、供应和医治。圣城内因为上帝同在，无阁有黑暗暝，城门也无需要关，代表一切威胁生命的势力已经受销毁，无需要担忧恶势力窜入。早前，上帝子民甲列国的征战对立，已经转做共同侍奉的和谐。上帝统治取代受的统治，无搁再是受用恐惧也是力交结的宰制甲屈服，是上帝的仆人，互伊充满应透伊荣光的合一统治。宰制甲屈服带来的伤害已经互上帝医治。一旦活伫上帝统治下面的，是坚持美善，无屈从世俗，言行真诚，佮明日受写伫羊羔生命册的人，其中包含悔改的列国。对启示录来看，甲对立共存的局面的确存在，毋过并无永久。永久的和谐，
干那需要上帝的介入。上帝子民爱做的是伫混乱的局势中坚持，搁真诚活出所信。毋过，眼前的对立，毋但激起对真理的热情，也带来无受接纳，还是受歧视、受辱的痛苦，以及世界观评毁、身家安全受威胁的恐惧，需要诚实、谨慎分别。议题决策牵涉到社会价值形塑甲公共资源的分配，这拢是上帝领域。搁无论信仰和立场安怎，众人拢承担决策的结果。上帝子民需要用心理解，才会当活出真诚、圣洁、彼此相疼的生活。信靠上帝看起来若亲像是自找麻烦，总是甘心持续用心生活，是出自对上帝救赎的疼的回应。相信这也是这个世代台湾基督徒展现信仰坚忍的方式之一。默想，上帝统治带来的新局面，对我的信仰实践带来甚物款的影响？上帝统治带来的新局面，对我的信仰实践带来甚物款的影响？咱来祈祷。爸上帝，请帮助我，无论踮伫甚物境遇，拢因为你救恩的愿望，持守真诚圣洁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